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那白合讲到大，目前是遥拢无一个结果。张总统马英九讲，伊支持用全民调来决定。也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回应讲，即摆上界重要的是团体协商，毋是一个人讲的就准算。针对马英九的这个讲法，伊是表示尊重。也那侯友宜这边，伊是搁甲郭文地化讲，即摆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坎站啊，应该爱放弃个人的立场，做伙向前行才对。国父诞辰纪念日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前总统马英九拢去国父纪念馆致意。不过之后两人斗阵，煞无甲马英九同台。那边合竞之下，马英九提出支持全民调，朱立伦回应，甲民众党已经达成用全民调形式，差别在内容甲规则。第三波民主改革是我们共同的目标，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团队协商，不是一个人算。马总统也尊重国民党跟民众党协商的内容，有一些人简化了马总统的讲法。我也建请柯主席放弃个人的立场，就像侯友宜一样，我们共同携手前进。蓝白如果不合，有胜算吗？谢谢啊。侯友宜牺牲掉甲2位参选人共同造势，进行表态支持全民调。韩国瑜也共场，煞无共台。那为合问题安怎解？关系第一面册发文，指一个人能力有限，号召志同度合的人中间制度也继续成功中部选票，甚至透早得到中华田中的马拉松。我们来看看你们这个田中马拉松，这我们台北每年在办的台北马拉松哦，互相观摩，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。民进党大清朝杂志也去中台湾第一站南投造势，发出要互台中结婚，延伸到南投改善偏向交通。我们也要改善台铁集集支线的基础设施，我们也来规划台中捷运也能够延伸到南投来。大清朝也伫伊所在这一天特别伫面册承诺，未来会加速达成3万户病变的入法，每年至少200亿提升医护待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